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3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4篇，历代志下29章第1节到11节，希伯来书第9章23节到2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洁净。洁净、分别为圣、自洁等等的议题，一直都是斋戒月当中非常重要讨论的一件事情。从撒灰节那天开始的40天大斋节期，在谈的主题大多就是围绕着如何预备自己啦、洁净自己啦，与上帝建立良好而正确的关系。洁净也正是圣地建造的一个基础。这是我们昨天在读经分享当中所谈到的。纯正的方向、纯洁的思想、正确的目标，是基督教会所应当坚持的。在明天的读经分享当中，我们还会继续来谈到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事。洁净与分别为圣，基本上在概念上面是相同的。但是文字的表达以及了解却有所不同。比如说分别为圣，或者是说成圣，在圣经的英文里面呢，我们用这样的说法，就是 sanctify 来表达。那今天所使用的洁净，我们只是用 purify 的纯净，或是说过滤、清洁这样的概念来表达。虽然文字上面是不同的，但是都是被动的，是被上帝所洁净的。历代志下卷29章第1节到11节提到了希西家王的时代，他们重整被圣殿的事情，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洁净圣殿。历代之下的经文这样说到，犹大王希西家，他在25岁的时候来当王，在耶路撒冷统治了29年。他母亲亚比亚是撒迦利亚的女儿。希西家效法先祖大卫王的榜样，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。第3节以后的标题是洁净圣殿。希西家王做王的那一年的第1月，他重新把圣殿的门打开了，并且进行修建的工作。他召集祭司和利未人到圣殿的东院，在那里对他们说：你们利未人应当洁净自己，也要洁净上帝你们祖先的上帝的圣殿，要把一切污秽的东西除去。我们的祖先对上主我们的上帝不忠，做了他眼中看为邪恶的事，离弃他，不愿他所居住的地方。他把圣殿的门都关了起来，让灯熄灭，不烧香，也不在以色列上帝的圣殿献烧化祭。因此上主向犹大和耶路撒冷发怒，他的行动使人惊吓、害怕、嗤笑。这一切你们都很清楚。我们的父辈死在战场，他们的妻子儿女
都被俘虏。现在我决定跟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立约，使他不再向我们发怒。我的孩子们啊，不可拖延。你们是上主选召来向他烧香，领导人民敬拜他的人。跟上帝重新立约，必须建立在圣洁的基础之上，就如同摩西与上帝见面建立的关系一样。上帝说：脱下你脚上的鞋子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洁的。我们之前谈到的人的圣洁是被动的，因此在原文以及英文的翻译的都可以看得到是被动式的一个文法。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洁净不是靠我们自己，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，他的宝血。希伯来书第9章23节到28节的经文说道，基督洁净他的牺牲洁净了罪。这些仿照天上的样式所造的器皿，必须用这个方法来洁净。但是天上的器皿必须要用更好的祭物去洁净。基督并没有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，那不过是真的圣所的副本。他进到天上，替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。犹太人的大祭司每年带着牲畜的血进入到至圣所，但是基督无需多次献上自己，否则从创世以来他就多次忍受苦难了。基督一次献上而尽全功，在这末世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，他来洁净罪。到了时候，人人必有一死，时候有上帝的审判。同样，基督也一次献上，除掉了许多人的罪。他要再一次的显现，不是来对付罪，而是来拯救迫切等候他的人。人类的祭司每一年都要献祭，他们为自己献祭，也为了其他的人来献祭，但是却是年复一年重复犯罪与献祭这样的戏码，永无止境。然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，却是一次得以被洗清洁，成为洁净的人，心洁净，不再心术不正，偏离主道。当我们领受了基督的救恩，就已经被他的宝血所洗净，就应当活出圣洁，见证主的名。诗篇84篇，渴慕上帝的居所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呀，我多么爱慕你的居所，我多么渴慕上主的殿宇。我用整个身心向永生的上帝欢呼歌唱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在你的祭坛边，连麻雀也为自己筑巢，燕子找到了安置雏儿的窝。住在你殿宇中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不断地颂赞你，依靠你获得力量的人多么有福啊！
他们急切要往锡安山朝圣。他们经过干旱谷，它就变成泉源地。秋雨降临，谷中处处池塘。他们越走越有力，都要在锡安朝见至尊的上帝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垂听我的祷告。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侧耳垂听。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们的王，求你赐福给你所选立的君王。在你的殿宇住一天，胜过在别处住1000日。我宁愿在我上帝的居所来守门，也不愿意住在邪恶的人的家里。主上帝是太阳，是保护者，他给我们恩惠、光荣，他从不留下一样美好的事物不给行为正直的人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信靠你的人多么有福啊！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牺牲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成为世人的祭司以及献祭的代罪羔羊，使我们成为圣洁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